花莲的华人海岸有2只船靠搭，本地昨暝要派拖船去甲拖转来，不过风影伤大，无法度处理。即马就惊这船底会去互海底的石头切甲破去，造成导游落海咯。受困将近24点钟的花莲港拖船甲中港运丰的通风轮游园卡伫现场无法度拖走，因为天气早起退楼的关系，受困山坡的拖船船底因为大影一直磨砂石甚至有破损，互民众真烦恼。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所谓的拦截漏油的预防措施，我们真的很希望主管单位呢能够正视这个问题，预先做好防范。港务公司解释，那时候已经放伫现场，不过因为风险伤过大，考虑人员安全无法度发现，船底甚至破去，目前无法度评估。我们已经把相关的油箱都已经把它关闭了，但是呢，该布放燃油所，我们一定会依照相关的规定，在海况允许的情况之下进行布放。如果有破洞的话呢，我们一定要先进行堵漏嘛，才能够去做拖带救护。另外，中肯公司通风轮航港局表示，尾站开始就开始咧收机械，希望恢复动力了后，用量大楼驶离开，必要时阵会有拖船来协助。通风轮部分主机动力目前已经恢复，将持续监控船尾是否有位移的情形。通风轮顶悬有12个台湾籍、5个菲律宾籍船员，目前拢平安。部分工作人员伫船头进行相关缆索架设工作，希望大楼时阵能顺利驶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